好，谢张权来关心劳动部这个上班场所，也就是工课场的霸凌事件。伊这个风波敢若是愈来愈大。劳法署8分署有约评员工讲，伊嘛被霸凌，所以讲提出投诉。针对这点呢，新北市劳检处今日已经到8分署去进行了解，是讲某劳法署8分署的员工呢，伊出面批评劳动部对这个工作场所，也就是工课场霸凌的处理是避重就轻，分明是硬拗，根本是无法无天。 无天理。做人中官，捌伫咧台顶政府上班，做过劳动部劳法署8分署长的谢基雄，因为临时员工，拿扣抬头洗雕，嘛性人嫌。劳动部提供的报告书最后一页已经明确写有涉及霸凌且情节重大哦。 但部长说明的第2点，却避重就轻的说，造成其他同仁被施予职场霸凌的感受而已，摆明就是硬凹。劳动部调查报告出来了后，8分署其他同事看到记者会，气甲强要昏倒在地，拢跳出来讲话。部长前几天还出面喊话，绝不偏袒任何人哦，默默的想说会有正义人士出现，真的无法无天，没天理。 劳法署8分署临时案搁再加一件，有约聘员工甲新北市劳检处投诉，家己嘛同款防霸凌。对这件代志，新北市劳检处证实，11月10日接到检举，21号前往8分署了解当事受到不法侵害，头来尾去，包括敢有照规定建构规范，敢有办理危害预防训练，若是违反这案法，对要求限期改善。同时嘛检视出勤记录，确认做工课时间含加班。 敢有照劳基法咧行？劳动部对这件代志讲，因为查证相关资料和问相关人员，搁伫咧调查办理。劳检的成果会由新北市劳检处对外说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